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在每个礼拜都能够看到大家，可以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赞美主，来敬拜主耶稣。美好的恩典，我们分别为圣，在上帝的殿中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美好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在教会里，在小组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是一家人，在主的殿中，我们一起同心，一起服侍，一起开口敬拜，赞美主耶稣。在这里，我们也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爱的人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相聚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用赞美，用敬拜，开启我们今天的聚会。主，你的圣灵就来带领我们，好吧？我们邀请会众，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语。诗篇第27篇，我们一起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诗篇105篇1到3节，我们一起。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主是永活永存的神，主是全知全能的神，主是永不改变的神。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这里。我们请会众，我们一同站立，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耶稣。我的眼光和心思要单单的注视你。
来为我们的聚会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求你来吸引我们，使我们的心里常常有你。你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是我们的依靠。求你背负我们的重担，因你是全能的救赎者。你知道我们的重担还有忧虑，主啊，有时候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我们依然要信靠你，因为你必定为我们开路。主，我们要来宣告，你是我们的光，不叫我们的眼前困难来辖视我们。主耶稣，帮助我们的眼光和心思再次转向你，再次单单的注视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命在经历低谷，在经历悲伤，也有人正在经历病痛的家人，也有失去一切的，也有在经历伤痛的。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软弱，主啊，有时候甚至会想放弃。主啊，但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放手交给你。主啊，我们要放手交给你。主啊，我们要坚定的对你说，我们要放手交给你。你就来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充满盼望。主啊，让喜乐带走一切的泪水，让盼望带走一切的黑暗。主啊，让我们对你的爱不断的涌流，让我们的眼光单单的注视你，让我们的生命气息可以全然的为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的，阿们。主耶稣，因为我们受死钉十字架，你也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是永活的主。我知道。是用
主耶稣，你是荣耀的君王，你的荣耀遮盖全地。主，我们要坚定的信靠你。主耶稣，你是我们心所渴慕的，你是全地的救主，你是荣耀的君王。好不好？我们一起用坚定的心，用信靠的心来敬拜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来敬拜你，直到主耶稣你再来的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是封闭道路，在你们，在你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是封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
到主耶稣再来时候。主，我们要兴起，我要被兴起，主，我们要奔走你的道路，走出道路，主你荣耀遮盖全地时。所以说我们要起来赞美你。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主耶稣，疾病并不能击倒我们，苦难不能击倒我们，失去不能击倒我们。主要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主，我们要兴起，主，我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一起奔走主你的道路。我们要站起来敬拜你。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的荣耀要遮盖全地。让我们一起再来敬拜赞美主，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主，我们要站起来敬拜你。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主，我们要被你兴起，我要被兴起，奔走主你的道路。主你荣耀遮盖全主，你的荣耀遮盖全地。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哈利路亚！你也是配得一切尊贵、配得一切赞美的那位神。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也渴慕你，因为你也是我们生命的神。主啊，求你在今天早上的敬拜当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主啊，透过今天早上礼拜，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诗歌，透过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切，主啊，再一次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让我们欢迎你再次进到我们的内心当中，让我们真实的知道，因着有你，我们的生命是不再一样的。主啊，求你在今天早上赏赐你新的恩典，赏赐你新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或许我们此时我们带着忧愁，我们带着烦恼，带着担心而来，但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你的喜乐就进到我们的内心当中，你的平安就进到我们内心当中。主啊，让我们在今早，我们是带着一颗喜乐、热切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愿今早的崇拜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归到主你的面前。愿今早的崇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献上、摆上在主你的面前，蒙神主你的悦纳。这时候，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新的诫命，我们一起来告别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也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样诫命是律法和
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恭颂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第5章1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有一次，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人群涌上来，要听他宣讲上帝的话。他看见2条船停在湖边，打鱼的人离开船，正在船上洗碗。耶稣上了西门那一条船，吩咐西门把船稍微划开。耶稣坐下来，从船上教导群众。讲完后，他对西门说：“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去，然后你跟你的伙伴撒网打鱼。”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辛劳，什么都没有打着。但既然这么说，我就撒网吧。”于是他们撒网，捕到一群鱼，渔网差点就破了。他们打手势，招呼另外一条船的伙伴过来帮忙。他们来把鱼装满了2条船，船几乎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这情形，就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他和其他伙伴打到一网船都很惊讶。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同样惊讶。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船靠岸，就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圣经读到这，愿主赐福听他话的人。赞美。请佑安老师、以乐、妍希同学钢琴3重奏，主名何等甜美。演奏后，请曾牧师讲道。所要传讲的讯息是：来跟从我，请我们恭敬来领受。
圣经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用丝弦的乐器赞美他，用击鼓跳舞的方式赞美他，用祷告、举手、敬拜各种的方式赞美他。更重要是，凡有气息的要赞美他。我们有很棒的现代的乐器带我们一起敬拜，我们有很棒的古典的乐器，用不同的方式带领我们一起敬拜上帝，所以很棒，在我们教会有很棒的产业。特别我们今天有别于以往，我们都是用人声听到这个献诗赞美神的方式，今天却是用乐器带领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如果大家有注意周报，我们其实已经报告好几个礼拜了，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管弦乐队一直在招募新的同工，同时也在招募新的学员，所以也邀请大家，如果你家中有特别有孩子想要来参加这个管弦乐团，然后想要来学音乐的话，可以赶快来报名哈。我没记错，应该是他们暑假就预备要来开课了，所以有兴趣的，然后想要一起来学习，一起用乐器来服侍神，或者是来增进自己的一个才能、一个恩赐的，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因为像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透过我们不同的方式，我们都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愿今早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敬拜。在开始分享上帝话语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你，用不同的方式来歌颂你的伟大，歌颂你的奇妙。主要因为你配得一切的称赞，你配得一切的尊荣，你也配得一切的赞美。主要在今早，感谢你再一次的引领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圣殿当中，让我们可以来敬拜赞美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暂时放下我们在社会当中，在世界当中我们所担心、所烦恼的事情，让我们可以与你亲近，让我们可以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愿你的话在今早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力量，也透过你话语的力量，再次使我们的生命有得着改变，得着更新，得着从你而来的恩典。求主你赐福，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在我们今天的主日礼拜当中，我们有大家看到我们等一下会一起守圣餐。除此之外呢，我们等一下圣餐之后，我们会有一个这个差派礼，就是我们的基甸牧区的基地小组，他们在5月底，他们准备要到这个台北有一个短宣的行程。那在今天的礼拜结束之后呢，下午在长荣大学还有一个这个台南区的一个圣灵降临节的联合的一个大礼拜，所以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会比较急迫一点，所以牧师可能会讲快一点啊，所以大家也要更专心听一点啊。好，错过就不在啊，错过就要回去看重播。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这个经文。其实如果你在教会已经一段时间，对这个经文应该是不陌生，这个应该相当了解，因为是讲到耶稣在呼召他的门徒来跟随他的故事。我想跟随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时常会发生，甚至经历到。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排队。我自己是不喜欢，就是看到有很长的队伍，通常我就会略过哈。那通常在台南，我们知道台南有很多好吃的小吃，台南有好多好吃的东西，特别在我们的旧市区、中西区那边，每到假日的时候，就很多人观光客络绎不绝，就要去排队吃好吃的东西。我印象很深刻一件事情，说到排队，我几年前我还在桃园服侍的时候，刚好遇到疫情爆发。遇到疫情的时候，当时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要抢着买那个防疫险。那个时候北部疫情刚爆的时候，北部大家很紧张，都买防疫险。有一次我从桃园到台北去开个会，开完会中午12点，我就要准备回桃园去。那我就在路上走，说，看到有人在排队，哇，好多人在排队，哇，好像应该是有好吃的哦，或者是有什么免费可以拿吧，就台湾人很喜欢排队嘛，就排得很长。然后我就看着那个队伍，然后就走，看到有人举牌子写。这里要1个小时，我说1个小时是什么哈？然后再走，看后面有举这里要2个小时的哈，然后再走，这里要3个小时的，然后就走到队伍很长，我就走到最后发现这里要7个小时的，然后我就说哇，这7个小时什么东西那么好吃是不是？我就跑去问那个7个小时，你在排什么？7个小时这么好吃？他说没有，我在排防疫险。
中午12点，我想大家为什么不上班，然后要排？大家是不用上班的吗？这样好。台湾人喜欢排队，台湾人喜欢跟风，有新的店，有新的好吃的东西，我们就会想要去尝试，甚至想要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就是一起去吃，然后一起去好玩的。我想跟对的人。或者是你有人这个夹克倒酒我带你去吃一个好吃，你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找到一个对的人带你去做对的事情。曾经在英国发生过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赛事，英国曾经办了一个马拉松比赛，有5000个人比赛，但最后只有1个人跑过终点线，为什么？因为第2名带了后面的4998个人呢跑错了地方，所以最后只有1个人跑到了终点。啊，就这个人，他就很开心，好像就跑到终点了哈。那后面的4999个，因为第2名带错了，所以就全部都跑错了。所以跟对人很重要，跟对人很重要啊。跟错人呢，你可能就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跟对人，你可能就会往一个比较正确或者是一个好的地方而去。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的故事，我们也看到是一个跟着的故事。在耶稣。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之前，耶稣其实已经相当有名声了，他相当有名气，许多人会去找耶稣要医病赶鬼，甚至想要听耶稣讲道，想要听听这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道理，他所这个做的神迹，他所做的这些特别的事情。所以耶稣在今天的故事之前，他已经非常有名气，所以很多人都想要找耶稣，很多人都想要听听看耶稣到底在说些什么，想要了解耶稣到底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那个环境当中，你也可以想象，在加利利湖旁，一堆人就簇拥着耶稣，然后耶稣，我们要来听你讲道，耶稣，我想要你帮我赶鬼，耶稣，我需要你帮我医病，就一堆人围在那个地方。当我们刚读的经文，你发现有3个人，这个彼得、西门彼得、雅各、约翰，但他们3个人却有一个不一样的经历。他们3个人，他们要真实的面对耶稣的邀请。他们3个人要真实的面对耶稣对他们的呼召，他们要很真实的去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生命的选择。其他人可能是跟风，当然也有可能有些人是真的相信耶稣，想要找耶稣。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特别找了这3个人，耶稣要他们做出一个生命的抉择，耶稣要他们做出一个这个邀请的回应。透过这样的经文，也让我们可以再一次有一个不一样的思考。纵使我刚刚说这个经文可能对多数人来讲蛮熟悉了，但透过耶稣呼召门徒的故事，邀请门徒的故事，也盼望我们也可以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也再次在今天对耶稣说：耶稣，我欢迎你；耶稣，我邀请你，我愿意跟随你。所以第一个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学习来跟随他。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在每天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跟随他。我们再看一次这个经文，经文这么说：他见有2只船，耶稣看到有2只船弯在船边，打鱼的人都离开去洗网了。对这些这个渔夫来讲，这很日常的一天嘛，对吧？就是没有抓到鱼，就把船停靠在旁边嘛。然后如果有抓到鱼，就是去卖鱼嘛。所以这很日常的一天，就是捕鱼、卖鱼，然后洗网，然后可能修补他们的渔船，修补他们的工具，日常的一天。就好像今天也是很日常的一天，你今天也来做主日礼拜，日常的一天。但在这个日常的一天当中，耶稣突然跑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耶稣突然到他们这个湖的旁边，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经历。第3节的经文，我们刚刚有读到，有一艘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稍离岸，就坐下，从在船上教导众人。所以原本一个很平凡的生活，原本一个看似就是很平常的一天，但是却遇见了一个很不平凡的人，遇见了耶稣，跑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他们料想不到的。我想我们每天的生活，多数的时候应该也都蛮平凡。甚至蛮规律，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蛮循环的，每天做的事情应该都差不多吧。我们的生活如果认真去想，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都差不多，每天生活的规律，每天生活的习惯其实差不多。这个图，有一次我在这个跟青年分享的时候，也跟他们说过，
这是对青年来讲，他们每天的生活可能就是这样：早上就起来吃早餐，然后换制服啊，对不对？然后就去学校上课一整天，然后下课干嘛？就补习、家教或者是写功课。那晚上呢，就是洗澡啊，然后耍废一下，玩个手机，然后睡觉。然后隔天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对吧？就日复一年，然后直到这个脱离了学生的时代。好，所以多数的学生可能是这样。好。然后也有可能是什么呢？这个我对学生他们，如果这学期说我要好好的读书啊，然后考很差，说没关系，考试还很久啊，没关系，段考有很多次，然后期末成绩不好，说没关系，明年再来努力，或者说早上很痛苦的起床知道今天要来主日礼拜，但昨天那个韩剧还是很好看，就决定多看一集，下个礼拜我要早点睡，熬到很晚，然后比如说要早点起来，一样的循环。甚至有可能我没有钱，我遇到困难，我要找一个新的工作，我要找可以比较多钱的工作，但发现工作好累哦，工作心好累，辞职好了。但辞职后发现一件事情，又没有钱了，要再来一次。还有可能是什么？我要减肥我要减肥所以我今天要运动，我不要吃晚餐了。但半夜的时候发现肚子有点饿，还是吃一点好了。于是站上体重机又发觉我要减肥。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循环，甚至你每天的日常、你的行程的安排，可能也都一模一样，甚至就没有改变。平凡的生活，很规律的生活，一个循环的生活。当然，如果是很正常的生活、好的循环，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有时候如果陷在一个坏的循环当中，如果是陷在一个对于自己的生命没有帮助的循环当中，那就有点糟糕了，那就要好好的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在这个循环当中去突破，去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当这些渔夫他们在为自己的工作，为他们每天很日常的生活在忙碌的时候，耶稣出现了，耶稣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耶稣改变他们生命的方向。还记得刚彼得他把那个船是弯在旁边的，好像就没法多就没有鱼嘛，就只能这样子了。其实认真想，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让自己在勉强的生存下去，忘记什么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重要的目的。当然，现在的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整个世界的变动，让人很难生存下去。很多的东西，外在的物质的条件，外在的很多的事情，让人很难生存下去。但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变成在勉强自己要生存下去，勉强自己一定要这么做，但却忘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创造我们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耶稣的出现不仅进入了这些渔夫，进入了他后来呼召这些门徒的生命，他也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让停在那个湖边的船，原本弯在湖边的船，再次的启动。耶稣坐上西门彼得的船，叫他开到湖的中间，让他的这个原本停下来的船，原本生活的循环，然后就停下来了，好像就是如此的循环，有一个不同方向的前进。所以，我们看到原本一个很平凡的生活，每日的生活，但是耶稣的来到，耶稣的邀请，让他们的生活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改变。我想，对那些刚刚说对渔夫他们是平凡的一天，我说对于今天的我们，或许是平凡的一天啊。我们来参加主日礼拜，因为礼拜天嘛，然后大家中午可能要想等一下要吃什么，然后下午想要去哪里走一走，然后明天要工作，就是很平凡，就是这样子。对我们来讲，或许是如此，但有限的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不是无限的人，我们不是什么都做得到的人，但有限的我们，在那个循环当中，在那个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当中，耶稣来了。耶稣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去经历到这位无限的上帝。所以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循环当中，让耶稣成为我们一天的开始，让耶稣成为我们一天的结束，甚至不一定是一天的开始跟结束，而是一天的每一个时刻都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诗篇的诗人如此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白天感谢神，新的一天，新的恩典，你的慈爱够我用。晚上感谢神，我向你祷告，我向你歌颂，你是赐给我生命的神。让我们每天看似很循环，每天看似很一般的生活当中，因着有耶稣的同在，因着有耶稣的进入，
让我们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让我们开始打破这样的循环，因着耶稣的同在。第二个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在困难的时刻来跟随他，在困难的时刻中来跟随耶稣。当耶稣把借西门彼得的船，然后到湖的中间，耶稣教训众人，讲完道之后，经文如此说。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昼夜努力，整夜努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您看到这些渔夫很认真哦，他们没有就是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就渔网放着，然后就在那边等鱼自己会跳到网子，没有，他们很认真。昼夜整夜，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整个晚上经过整夜的工作，代表他们是很努力的，他们没有偷懒，他们很努力在自己的本分当中。但经文说，并没有打着什么，连一只小鱼都没有，连布拉提都没有，是一无所获，代表他们是毫无结果。你想这些渔夫这么努力工作，然后这么努力的认真，为了他们的生活，为了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了，但毫无结果，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徒劳无功。在希腊的神话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叫薛西弗斯，他被这个希腊神惩罚。他的惩罚是什么？他要拖一个大石头，然后滚到一个山顶。但是每当他把这个石头滚到山顶的时候，这个石头呢又会自动的从山顶滚到山脚下。之后呢，他要再从山脚下滚，再把这个石头推到山顶上。但是每一推到山顶上的时候，这个石头又会从山顶上滚，又滚到山脚下。他就一直做这样的事情。熟悉的流程，相同的目标，但似乎结果都没有改变。这些渔夫也是啊，我们就是下网捕鱼啊，这里鱼可能比较多，这个时间鱼可能比较多，我们就这样捕啊，整夜我们就很努力工作，整夜我们就很努力的这样在捕鱼，很努力的心情，但还是什么都没有啊。但彼得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话，其实他们可以不听耶稣的话，为什么？因为捕鱼本来就是看天吃饭的嘛。你不可能保证说每一次去捕鱼就一定会有鱼啊，你也没办法每一次出去保证说捕鱼就一定会捕到非常多的鱼啊。彼得可以不听耶稣啊，我们就真的努力了嘛，就是没有结果。他们也可以不听耶稣，因为耶稣不是渔夫啊。照圣经来看，耶稣的爸爸约瑟是一个木匠，一个木匠叫渔夫钓鱼，蛮奇怪的吧？所以他们大可以不用听耶稣的话，他们大可以不用理耶稣。但是非常关键，刚经文读到，关键在于彼得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说：“当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困难仍然存在，他们困境的现实就摆在眼前，整夜努力，但什么都没有。但耶稣上了船，跟他们一起经历生命当中那个最困难的时刻。耶稣上了船，经历他们很努力心情却没有得到，很失望的那个时刻。彼得选择耶稣的引导，他尝试生命当中有一个新的可能性。他让耶稣进到他的生命当中，进到他的船里面，尝试让他的生命有一个不可能性。刚才经文我们继续读，他说他们就下了网。彼得说：“我听耶稣的话，我就试看看，就下网了。”经文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而且网险些裂开。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哇，我们昨天一整晚上都没有抓到，都没有捕到，但现在却抓到了，而且是一整网的鱼，连渔网都要破掉了。我想，信仰的生活，跟随耶稣的生活，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不可能，去遇见耶稣。我想，信仰生活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不可能当中，我们可以去遇找耶稣。彼得在他的不可能当中，整夜我劳力啊，我努力啊，但什么结果都没有。但耶稣来了，在他的不可能当中遇见耶稣。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也是如此。在我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在我们觉得有失望的时候，在我们觉得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遇见耶稣最好的时刻。在那个时候遇见耶稣，在你的不可能当中，
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方向，产生一个不一样的可能。一个非常著名的属灵的书籍，考门夫人所写的《荒漠甘泉》，其中有2段话，他如此说：他说，人生最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从困境当中而来。麦子必须磨碎才能做成面包，圣香必须火烧才能发出浓郁的香气，泥土必须松根才能适时下种。我们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患难和危险之中，但对有信心的人，在他的心中却有极大的安宁。如圣经所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耶稣如此说，世上仍然有苦难、有困难，会有失望的事情，但可以放心。也就是说，可以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那个世界，已经胜过了世界所有的一切。约伯，旧约的约伯，如果我们对他故事有点熟悉，他原本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拥有一切，但最后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他说的一切都没了。但在整个约伯记的最后，他做出了一个这样对上帝的宣告，对上帝的一个信仰的告白。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但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过去可能只有听见，我过去可能只有知道耶稣这个人，知道神这个人，但我现在亲眼的看见。我现在看见你在我的不可能当中，在我的困难当中，你让我有一个新的方向，让我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在耶稣的邀请当中，我们一起来跟随他。在耶稣的邀请当中，我们一起来跟随他。最后经文，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比如说，耶稣，我是罪人，离开我吧。但耶稣跟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船靠岸，放下了一切，就跟随了耶稣。我们知道当时的渔夫并不是我们想象好像比较这个低阶级的，当时的渔夫事实上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应该是还不错的，他们有自己的船，而且他们还会请助手来帮忙。那卖的这些鱼，卖的这些渔获，也是很棒的这个经济的收入来源。所以彼得跟这个另外2个人，他们原本的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他们有自己的船，有自己的助手，有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但刚的经文他说，他们立刻就舍下了一切，代表他们一个义无反顾的决心。他们决定，好，就这样了。他们得到一个比他们手上所拥有的这一切，比他们手上所拥有的渔获更重要的事情。事实上，撇下也就代表了离开自己所有的，撇下也代表离开自己所有的。彼得发现满船的渔获，所有抓到这么多的鱼，虽然很开心呢，就是整夜都没有抓到，但哇，突然这么多，一定是开心的。但是彼得发现一件事情，这些事情再也不能满足他，他发觉生命有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物，值得他去追寻。彼得发觉这些东西不再满足他了，他撇下了这些比不上他现在要去追寻、要去跟随的这一切。爱尔兰一个非常出名的文学家，他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戏剧家，萧伯纳，他有一句话，他说：人生的不快乐有2种，第一种不快乐叫做得不到你想要的，但第2种不快乐叫做得到你想要的。好，人生当中2种不快乐，一个是得不到你要的，另外一个不快乐是得到你要的。得不到我们要的不快乐，这个可以比较理解，但他为什么说得到你想要的反而是不大快乐的一件事情呢？其实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当中，我们来看一个故事。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有一个官，其他的经文说他是一个少年人，我们就说他是一个少年的官好了。他来找耶稣说：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就说了非常多这样。那个人就对耶稣说：这些东西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些律法我都遵守了，然后要做所有事情我都做了。但耶稣听见了，他就跟他说一件事情：你缺少一件，什么事情呢？你要把所有的都卖掉，分给穷人，你会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非常富足。你看见一个拥有很多人，但他却不快乐。耶稣邀请他来跟随他，耶稣邀请他放下他现在手中有的，跟随他。但这个人不快乐，得不到不快乐，可以理解。但
得到了却不快乐。我们必须承认，很诚实面对一件事情。彼得发现了，他虽然拥有了这些渔获，但这些满足并不是他真正生命当中快乐的事情，并不是他生命当中真正可以满足的。他放下了一切，跟随耶稣，他来发觉有耶稣在他生命当中才是最棒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为什么觉得生命当中就是卡在这边，好像有些难关就卡在那里，没有办法往前进，没有办法突破。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问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不是只想被拯救而已？哇！耶稣给我恩典，耶稣给我一切，耶稣给我所有的，哇，好满足，好开心，那就好啊。但却不愿意面对生命当中真实要被改变、生命真实要放弃、生命真实要被调整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面对这件事情，我们要很诚实的问自己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只想被拯救而已？只想得自己的好处，只想自己有就好了，但却忘了我们生命还有更多需要被改变、被调整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拣选人，不在乎这个人有没有很有钱，这个人是不是很穷，这个人是不是有很好的学问。耶稣不看这个事情，耶稣所看的是这个人，当他邀请一个人、呼召一个人，他愿不愿意放下他自己。耶稣所邀请的，他看见的是他有没有愿意一个顺服的心，选择跟随和信靠，而且是一个舍己的信靠。耶稣所看重的是这一件的事情。我想，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从信耶稣变成像耶稣。我们都相信耶稣，我们相信他的拯救，相信耶稣的恩典，相信耶稣给我们喜乐，给我们平安，赏赐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相信，但绝对不止以相信，更重要的是像耶稣，跟随耶稣，跟随他。关键在于以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焦点，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循环当中，让他成为我们那个循环当中的焦点，让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想信耶稣确实就救我们脱离罪，救我们脱离死亡，因着耶稣的牺牲，他拯救我们。但是像耶稣，跟随耶稣，却是因着他能引导我们胜过这个世界。像耶稣，跟随耶稣，却让我们可以跟着他胜过这个世界，跟着他可以胜过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突破、生命当中没有办法被改变的事情。所以，让我们的人生不只是信而已，不只是相信而已。更重要的是像，更重要的是学习，更重要的是跟随耶稣的样式。我想跟随的路上或许会有很多的不明白，这些门徒也是，他们没有因着耶稣说来跟随我，他们撇下一切，他们就完全认识耶稣。如果我们对圣经稍微了解，你就知道这些门徒一路上他们对耶稣其实不是那么了解，他们甚至在路上对耶稣真实的身份有很多的问题，甚至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被抓的时候，门徒跑光光了。没有人要认耶稣，但耶稣仍然帮助这些愿意真实跟随他的人。今天我们过圣灵，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节就起始于这一些耶稣拣选的门徒。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们聚在一起，圣灵充满在他们当中，他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翻转。初代教会被建立起来，一个新的门徒的时代被建立起来。虽然跟随耶稣的过程有时候我们会不明白、不了解，但是耶稣愿意帮助那些相信他的人成为得人的渔夫，也不仅是得自己想要的，更重要的是得了分享，让别人也有所得。得人渔夫不是自己得了、自己有了，而是分享，让别人也有所得。所以，耶稣不断的在向前行动。如果我们认真看圣经，耶稣是基本上没有停下来的，他都一直往前走，他都一直在行动，他都一直在往前。他也邀请跟随他人一直跟他往前。更重要是因着他先于我们，所以我们学习跟随。更重要是因为他先于我们，我们学习跟随，跟着他的脚步往前走。所以我们也更需要谦卑的看见，更需要谦卑的看见，不是依靠自己的眼光，才能从我们有限的角度当中看到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无限的作为。因为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听到耶稣说来跟从我，听到耶稣说来跟我一起走的时候，我们会愿意说好，耶稣我欢迎你，耶稣我跟你一起走，我不只是相信你，耶稣我不仅仅只是相信，更重要我要像你，更重要我要跟随你。
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回应这份特别的邀请。愿上帝赐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祷告之后，我们要一起来守圣餐。我们要一起来守圣餐。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谢谢你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因着有你，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新的方向。亲爱的耶稣，求你在我们每日看似平凡的生活当中，带下你新的作为，在我们的困难，在我们的困境当中，看见你的帮助，看见你的奇妙，也在你的邀请当中，主，我们说，我愿意一起跟你走这条跟随你的道路。愿神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听到耶稣的邀请的时候，我们都跟神说：神，这是一个美好的邀请，我愿意回应你。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条跟随的信仰道路当中，不断的看见耶稣你的奇妙。愿上帝赐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先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然后我们预备心，要来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一起来唱。每当我拿起这饼，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赎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拿起这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永远与罪隔离。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生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得医治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我们副歌再唱一次。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罪的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得医治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他的教会，按教会规定可以领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一起来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祝谢，所以这时候我们奉他的名，照他的样式，我们首先来感谢上帝。主耶稣，现在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
我们谦卑的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因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的培育，在恩典中成长，且荣耀你的圣名。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每逢你们吃的时候，为的是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每逢你们吃的时候，就应当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每逢你们喝的时候，就应当纪念我。”主耶稣说：“这个杯是用他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就来纪念他。”我们请服侍的长老。若有人没有拿到圣餐的话，可以举手，我们的服侍的长老会拿到你的旁边。我们可以先把我们2合1的这个圣餐先撕开上面那一层的薄膜，将我们的饼先拿出来。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接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第2层的薄膜打开，
这杯是新的约，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每当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无所不能的父上帝啊，我们诚心的感谢你，因着你无比的大爱，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圣餐，是我们培育灵魂真实的食物。再一次让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蒙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活祭时，求你鉴察接纳我们，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持续这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更能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长老先来整理一下，谢谢。感谢主，我们在奉献前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差派我们呢在下个礼拜我们有教会呢3对夫妻他们呢带领6个小朋友要去哪里？要去泰北，哇，金三角。不过我们感谢主，就是由我们的恒星兄呢，他特别带队要到泰北。他在两三个礼拜前所做的见证，在那边有主要是有学校、有神学院，还有一些是孤儿之家来照顾从缅甸那边流亡的这些小朋友。然后他们那边要去做体验宣教，还有帮助那边的小朋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请3组了3组夫妻有在这边的到前面来可以吗？我们的激励小组的瑞贤童工，还有义珍夫妇、林继平，还有彭军夫妇有没有在这边？好，再来是晋吉跟子玲有在这边吗？好，到前面来，我们要为他们祝福祷告。没关系，到前面来那前面排一队就可以了感谢主，我们教会呢特别鼓励他们能够在这一次事工当中去体验神的大能跟工作。我们看到说这一群年轻的夫妻呢，他们很勇敢。我们教会其实还没有正式差派国外短宣团，但是他们优先自愿了你看小朋友都出来了，他们都敢去了，你们敢不敢去？哎呀，太好了好。我们有请我们同工有一位代表，我们恒星兄也一起来好吗？夫妻有来我们的瑞贤组长来做一点报告我们再为他们祝福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是基列牧区激励小组，然后这一次我们激励小组去泰北，没有目标，也没有种子。有的是回应神说，去使万民万族做我的门徒。神就是爱，我们带着爱过去。有句话说，不做宣教士，就做宣教士。在场的弟兄姐妹，还有第一堂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为我们的奉献以及代祷，以及为着泰北奉献及代祷。我们教会正同心合意做着宣教的事工。回到一开始，我们没有目标，没有宗旨。有的只是行动回应神。激励小组3个家庭都渴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写下那精彩的故事，也盼望神的灵大大充满我们的孩子，盼望我们年老的时候都像年老的耶稣亚，勇敢又坚定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谢谢。真的感谢主他们听到恒星兄的分享见证，他们就有一个决定。其实要宣教什么时候准备好才开始，永远准备不好。那又被神所感动，就出发吧
我相信他们会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尤其小朋友在那边当然不同的气候、不同的饮食交通求神带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那个老手，就是恒清兄夫妇他们带队都很习惯。其实我们不要把台北想象成好像人间的那个什么最痛苦的地方，其实台北的清迈是很漂亮的地方是很漂亮的城市。之后他们要去那边来做这样的服饰，然后他们听说在之前来学习怎么样剪头发去帮忙那些小朋友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请举起你的右手为向他牧师来做一个祝福祷告祝福祷告完教会要送一个红包给他们去那边做事工，然后等一下要请我们3位牧师，还有我们的区长李伟区长，还有我们的传道部长，我们的魏鹏长老到前面来照一张相来做一个纪念，好不好？我们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呼召了恒清兄夫妇到台北偏远的地方来帮助那边的神学生，那边的幼童，在那边做好的照顾，特别是很多流亡的或是孤儿。神你感动了他们，这个时候也感动了我们激励小组，有3对夫妻，6个小朋友，也同时要在5月31要出发到台北的地方来做一个短宣，也做一个体验。神求你赐给他们有神来的保护特别小朋友在那边习惯那边的生活，习惯那边的饮食，习惯那边的气候。主让他们知道有神的同在，一切困难就要被突破。有神的同在，他们的宣教必要有成果。主带着我们众人的祝福，许多弟兄姐妹热心的奉献，我们确信能够多少能够帮助这个地方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小朋友。神求你跟他们同在，无论是飞机，无论是路上的交通，以及那边一切的生活，求神都跟他们同在。愿神的恩典借由他们的行动，也激起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有宣教的热诚。其实无论是到乡下、到山区到海边，或是到国外，神你的旨意是美好的，让我们踏着先人的脚步，这个美好的传福音的脚中，为主来传扬福音，也来照顾许多偏远、软弱、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愿神的国度大家的推广，神的福音大大的广传。感谢赞美主，奉你名来祝福他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鼓励他们来，我们请同工到前面来好吗？好，牧师站你旁边可以吗？好，来站旁边来。好，那我们请同工来请同工来我们3个牧师在这边我们站后面好了，来区长来这个来，请你代表这个教会的，给他们一个红包，一起照一张相。好，谢谢，好可爱的小朋友，加油，加油！上帝祝福你们加油！好，我们请回座，我们请我们的诗会来主持奉献，谢谢。我们一起来奉献。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
会众请坐。我们背诵金句，我们用华语念2次。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篇23到24节，我们再念一次。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篇23到24节，请我们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主理是林存心牧师，他就是亚东剧团，会来我们教会做布道。那下周的司礼是信昌长老。我们看一下第4页肢体交通，我们看一下第5点。亚东剧团定于5月25到26日在本会举行戏剧的布道。那当天主日学会暂停，所以请主日学的不管是第1堂或第2堂，欢迎就是在9点我们就参加这次的布道，因为它就会进入布道，就有戏剧的表演。那一系列的程序就是如下，在我后面会接的报告，就是5月25的礼拜六的下午3点半，在我们本会举行布道的戏剧叫做《金花》。那在5月26日在本会的布道的部分是那个阿江姐的故事。那9点开始，流程是敬拜，然后戏剧的演出、讯息的分享跟见证。那欢迎兄弟姐妹，伙伴，我们主日学的父母都可以再请他们一同来参加。那我们看一下第5页的那个第10点，婚礼的消息。本会陈云平姐妹与周永信弟兄夫妇的长女周彩文姐妹与江炳汉弟兄定于5月25日礼拜六的上午9点半在本会举行婚礼。恭喜欢迎姐妹莅临参加跟祝福，并为新人建立蒙幸福的家庭代祷。那我们看第2点是本会金和执事跟金叶姐夫妇的长女琼芳姐妹与新恩弟兄于今年的2月19已在冲绳日本举行婚礼，并在昨日举行归灵宴。恭喜请为新人建立蒙福的幸福代祷。我们看一下第12点，本会指监执事的母亲陈珠素梅姐妹在5月9号安息别世，享年85岁，定于5月20周一上午8点半在殡仪馆的怀慈厅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姐妹为他代祷。那第2点是本会国照长老，就是基克弟兄的父亲，在5月13蒙主恩召，那享年是83岁。那定于5月22礼拜3在上午9点半在殡仪馆举行入殓跟后续的火化，并于1点半在高雄湖内区麦北拉生命园区举行告别礼拜，请为遗族代祷。以上请牧师补充报告。我们感谢主哈，今天有新朋友来我们当中，牧师来做一个介绍。第一位是林慧伦姐妹，慧伦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哈。她是梅婚律师的朋友哈，梅婚律师的朋友听说住在附近而已哈，特别邀请她来欢迎你来。第2位是我们的高幼婷在楼上姐妹在这边，欢迎你哈。欢迎你来参加。另外，我们有看到我们2位退休的牧师夫妇来我们当中了，牧师的朋友就是我们的陈佑生牧师夫妇在楼上我们欢迎你们2位欢迎你们2位，欢迎你们2位他们之前是在我们的那个万荣华教会牧会他们退休都在东门我们的母会东门教会在这边协助事工了今天他们特别来找李教授所以刚好参加我们的礼拜，欢迎你们那
有几件事情我们来做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这个全球祷告日啊，这个祷告会，我们等一下礼拜结束，就同工要参加的，只剩下20分钟可以吃东西，哈哈，啊，就是45分就要在楼下集合了，那50分到这个全国电子那边上车，因为那个游览车在那边不能停太久，所以满组长特别交代说，我们的第一车就是我们的志强立维稳长老，他要带队的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约书亚牧区的33名哈。那第二车是我们的志强长老带队，有松联团契、以赛亚、保罗，还有基甸，一共也是33个。那请你们记得让我们的两个车长啊知道你们都上车了。那我们预定1点半到达会场。为什么要1点半到呢？因为有其他同工，有的同工是要做招待的哈。那请我们的谢婉干事记得那个招待那个卡要带着哈，带过去。那我们负责接待啊，其他的自己开车的。如果你是接待人员，也是要在1点半集合。那大概我们在前面做一个协调哈，做一个分配工作啊，应该很简单啦哈，因为大家都是团体来嘛，只是说你在哪一区给他们指引一下，那就很好。说不定我们30几个招待人员还太多了哈，但是只要是我们要代表大会来欢迎这一群热诚的祷告勇士。来参加这个全球祷告会哈，就是这个重要。那所以请记得，等一下如果来不及吃饭，可能要去买饭团啦。就是40分就要集合了哈，等到礼拜结束。再来是金花，刚刚已经提过了哈，主要是请大家能够邀慕道友来。礼拜六的下午哈，礼拜六的下午3点半。那为什么会在礼拜六下午3点半呢？因为早上有我们的云平姐妹的女儿彩文姐妹跟秉汉弟兄要结婚了，9点半。我们在云平姐在这边吗？云平姐妹在这边吗？我们先跟她恭喜哈，跟她恭喜。刚刚有介绍2对婚礼了哈，也有告别式。那我们指监执事呢，他妈妈。告别式因为也是在周间，而且他的家族比较属于那个他宗教的告别式，所以教会这边就没有出面，只是说有小组，我们的祈祷小组的代表要去那边做一个公祭。那只要是国照长老的告别式，因为他早上是在殡仪馆那边举行入殓式哈，那下午1点半要直接到那个海波，就是在湖内区那边的一个。麦比拉园区举行告别礼拜，因为也是周间呐哈，教会弟兄姐妹比较不能完全都出来，但是如果你跟这个家庭跟机客弟兄有认识想要参加的，那请也稍微跟办公室登记一下我们的统计人数，这样如果需要交通服务或者说大家集合一起能参与，能代表教会去关心至上安慰的意思，请大家记得签名哈。好这边的报告我们请大家抬一个小报告，我们就是在2024年的潘庆章牧师、李志荣牧师的培灵造就会，要在这个6月21到23号晚，一共4场培灵会就是礼拜5晚上、礼拜6晚上，加上礼拜天2堂哈再加上有2个造就会就是专门对长职小组长侍奉团队同工的6月22礼拜6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有青年烈火特会，就是礼拜6下午3点半。那请大家一起把这个时间空下来，特别是礼拜5晚上、礼拜6晚上这个时间，平常我们比较没有特别安排的，我们能够安排过来。那特别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这个培灵会不是听讲员讲得多精彩，而是被激励了、被对属灵的工作，那每个人都得到造就，这个是更重要。我们为这个事情求神圣灵遮盖，让我们美好的服事能够得到祝福哈。那这个祷告的数，我们要在征募这个文章，请大家踊跃的写哈，有感动就把它写下来。那我们有一群很好的同工可以帮你做一些修饰的动作。那我是 EQ 小主人，就是在7月的那个18到20号
要举行，那我们请做家长的把这个时间空下来，让小朋友来参加哈。就是18、19、20是整天的，8点半到5点。那礼拜天会来做一个展示的动作，8点半到11点哈。那天我还看到网络上有人来教会的网站来问说，你们今年有没有办夏令营？哇，人家外面的弟兄姐妹都还那么认真，现在就在问了哈。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把它空出来了，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来更多的人来参加小朋友，而且要我们隔壁的小朋友、亲人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那个同事的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哈。愿神赐福我们。记得我们是12点50分哈就要出发了，所以请大家预备心哈，谢谢。颂龙，我们一起唱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请起立，唱完后我们请曾牧师为我们祝福。一起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来默祷，理会。